头先咱来关心到咱台湾国防的消息。美国总统川普伫10月时阵批准卖予台湾66架 F-16B 的战机，总统府对此也表示感谢，也强调讲，这个军售案会使提升台湾伫空中的国防能力。另外，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，伊也发布了中英文的声明，讲未来若准伊来做总统，会继续强化台美国防甲安全的关系。伫国土起降无计紧急降落，补给弹药油料，台湾 F-16战机正慢慢升级为 F-16V 战机。美国总统川普18号亲嘴证实，已经批准卖价达80亿美金的 F-16V 战机予台湾，肯定军售案将为美国带来真侪钱甲真侪工作机会。那希望这项军售案能够尽早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，以利于提升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的空防战力，并且维护台海的和平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。总统府表示，感谢美方对台湾国安重视，并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承诺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发出中英文声明，表达感谢。那担任总统会继续强化台美国防安全关系，前进和平捍卫者角色。F-16V 被叫做亚洲上强中轻型战机，专家分析不止符合未来战场的需求，若是载着雷达营同时执行无共款的任务，也可能配置新型发动机。减少起飞距离，而且有大推力引擎，有更较好的武器收载甲运动性能，有对地压制能力。同时与多模式进行运作，而以往的机械扫描式雷达、探测距离、抗干扰能力来讲，都不及这个最新的电视扫描雷达，或者全面强化，因此不管是攻击和防卫的能力，那都比现行的战机要高一个级别。理论上来讲的话，在东部它可以发挥几个战术以及战略优势，它航程比以往的 F-16多了30%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执行协助海军的护航任务，搭载了反舰飞弹，可以有效的反制中共所谓的远海长训的活动。学者分析，美方选伫美中贸易战甲香港反送中时间点落实对待军售，显示美中伫政治外交关系脱钩。中国外交部是不满军售案，要求美方遵守一中原则甲中美3联合公布，取消军售，若无后果自负。中方也将采取必要措施。这军售案将伫美国国会通过了后正式发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继续来关心到。